另外看的是国民党花莲县长参选人啊，最后是吉安乡长尤秀珍来获得中央的提名。不过这款的结果啊，同款原底要争取的包括叶耀辉甲媒体人何启成相当的不满。虽然已经申诉啊，不过被驳回，但是因拢讲啊，要继续抗议啊。有主政，有主政。花莲吉安乡长尤秀珍正式被国民党提名参选花莲县长，昨暝当下到车头，受到支持者的欢迎。有人夜记啊，有人唱要喊尤秀珍握手，搁出动乐手唱歌弹吉他，现场被主持造势活动，甚至搁动到火车头的动线。颇有傅昆萁的味道可以说是这个妇唱有水啦带头违法虽然支持者拢指定火车头引发着批评，然过尤秀珍拢笑眯眯。国民党花莲县长的参选人总算出炉，不过党内也是有其他意见。我还是要忍受这种被霸凌的感觉，我要继续走下去。程序不正义，可以说根本是一种另类的选举舞弊。叶耀辉还有我本人都采取了申诉，还有甚至于申请假处分。本地也想要争取拿赢提名的媒体人何启成，加前花莲市长叶耀辉，是对党内初选的结果非常的不满，话讲绝对袂退让。花莲地方法院的一个裁定驳回，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质疑呢是不切实的。另外，无党籍的花莲县议员魏家贤宣布投入选战，风声讲民进党可能会让无党籍的议长张顺出来选。伊本人也透露，后礼拜对正式宣布参选。杨过两个人拢有国民党的背景，敢会去扭掉换来选票呢？自由民主的选举，可敬的对手来参与，这都是很好正向的发展。拿赢花莲的人选已经正式出炉，不过换来的赢相拢唔相让。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